对我，严长春对你这么多情，连我这个做大兄看着不忍心，你真是无法度好袂记的朋友当主席。大哥，伊甲潘景子的查某囝，确实是我误会伊的。杨姑也阁有一个邱某兰，伊无爱邱无兰啊。邱某兰深深一个爱。迄是邱无兰一厢情愿的嘛。你唔通袂记，邱某兰这次到中原，是要甲小王爷相亲的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圣旨是袂用个违抗的啊。可是，伊若毋是大哥你伫咧猜想迄个小王爷，就会用的。哎呀，如我。便衣同志甲小王爷根本就是同一个人，有真侪代志通搁证实。不但安尼，伊还搁家己亲嘴甲邱某兰承认啊。啊，毋过拄则还搁伊到家店，人伊毋是小王爷嘛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遐尼相信伊的话？我一定要证实这项代志。就爱安怎样，你才会当相信？荣华的富贵，理想的一生哦。如果，你是伫咧想什么？大哥，我有办法通好证实啦。什么办法？以前小王爷若是看到我，伊就向我求亲。今嘛我要来去衙馆，我要答应伊的婚事。你，大哥，我要看这个小王爷。是毋是敢带我进家？如果，如果，我要见小王爷。不用的，小王爷反正过去，我要见你就行啦。我一定要见到伊。别讲你，你袂用你去啊！回你吧。是。
小王爷，你哪会家一个人直接伫咧啉酒？敢毋是啉闷酒吼？比如我，你来找我要创啥物？我专工来找你啊。有我什么代志？哦，无代志就袂用个来信。陪你啉酒会用的吼。敬你一杯。比如我，你到底是要甲我讲什么话？紧讲！哎哟，小王爷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啦？哪会对人安尼啊歹？平常时，你敢毋是对我足温柔的，对吧，小王爷？你情待我心温柔，你情对我甜不休，你情轻声牵着我的手，你情对我将亲求。比如我，你是伫咧酒醉啥？酒不醉，人人自醉。今已识别人是非，如我用手享富贵，家风也做枉费。你敢是要甲燕长春背过当？你敢是要甲燕长春相信是真的？王爷对这件代志，哪会知影甲安尼清楚？安尼，你果然是伊！你骗得我好苦！小爷，花见水已经死啊，伊查某囝伫路面，甲朋友北洋台带入京，但即马遮拢已经无代志啊，你是安怎哪也毋带我回家呢？为小王爷，你还阁有啥物未了的心事是？有其见解，在。即刻预备马车，拨回长安。是。王爷为父。王爷，你今仔日上朝倒转来，为什么哪会这么欢喜？王妃啊，明日已经回京了。啊，是真实的。对啊，不但是安尼，连客丹公主邱无兰，伊嘛甲带倒转来。安尼英妃娘娘都袂搁再受气啊。是啊，以后咱嘛免搁受到伊的受死。王爷，你敢知影明丽即摆出家，你敢有探听到伊亲生爸母的下落？这我是会真担心，明丽若是找到伊亲生爸母，伊一定会离开咱。王妃，你放心，明日会诚心护了，连你我也顾皇上，就唔知影明日伊是要去拄去探听尔。佮再讲，明日唯一的证物，
就是迄身查克的小和尚，咱若将伊藏起来，伊想着要找伊的爸母，是更加更加困难的代志。但愿如此。你讲，安尼明理永远就是咱的囝儿呀！哈哈哈哈！对啦，王爷，明年哪要甲你回府？哦，明日啊，对，明日一回家了后，皇上就出旨，召伊将去下棋解问。那安尼，迄个客丹公主呢？英妃娘娘明武殿下带去二国花园游玩。我唔知影。你唔知影？这个哪有可能？这是有跟大家讲对无？公主，皇兄即马当伫咧无用，小王陪你嘛是共款啊。才无共款。公主，小王是当今的殿下，将来要继承王位的人，敢讲不如一个小王爷心。殿下，到中原是要甲小王爷相亲的，这殿下你大概敢袂无明白吼？也毋过，小王爷无想要甲公主你成亲，公主你应该嘛爱明白啊。那呢？以顾殿下你的意思是讲，父王甲母后已经允准小王甲你成亲啦。殿下，两国联姻并非小事，岂能视同离戏？搁再讲，本宫并非讲你，岂能你由恁伫咧任意商量？是无啦？你实在太目中无人。母后，你退啊！母后再替你拍算。是。娘娘，神所讲的话无毋对吼。邱某人确实是去爱着朝廷的钦犯白衣公主。你讲这个话，甲小王爷有关系？这关系真大。白衣公主就是小王爷。你讲什么？神所讲的就是讲，杀人无数的白衣公主，就是甲咱小王爷同一个人啊。
当初到中原是要甲小王爷相亲，是安怎哪会变成是五殿下呢？这公主，小王爷曾经也有奏明皇上，讲伊并无介意你啊，所以才硬要将我配互五殿下是？公主，小王爷，你无介意嘛不要紧，但是你无应该逼我嫁互五殿下。本宫虽然生做毛头，也不过嘛是一国的公主，总不至于讲嫁袂出去啊。公主，你生做国色天香，殿下为你是倾心已久了，当我阁袂当得到公主你的欢心，要哪会讲公主你会嫁袂出去呢？恐惊公主你早就意中人，所以才伫咧借词推脱。忘着，我一来到中原就介意一个人。但不知公主你是介意哪家的王孙公主呢？并不是王孙公主，那呢是才子文士咯，更加毋是才子文士。莫非是英雄豪杰？对，皇上你讲起真对，我介意的正是一位正义的剑士。到底是何人呢？是白衣童子。白衣童子，请皇上降旨，赐白衣童子甲本宫成婚。这公主，你嫌差咯！白衣童子是朝廷的钦犯，皇上要哪有可能会赐婚予你完婚呢？搁再讲，你也毋知影白衣童子伫什么所在啊？别人毋知影，我却知影。什么？公主，你知影白衣童子的下落？不但我知影，而且皇上嘛真清楚的咧。皇上，对不？朕若是知影白衣童子的去处，要哪会献上500两的黄金，命人去抢哪伊咧？假使我若是会当家带来，公主，你是伫乱讲什么呢？小王爷，你何必着搁再隐瞒呢？你就是白衣童子。小王爷原来就是白衣童子。是，是清水甲我讲的啊。皇上，既然若安尼，应该就要将伊白衣童子处死。对，王子犯法，以庶民当罪，请皇上降旨，以正国法。哼！